讲到屏东嘅茶上乡，有人为面到几只嘅油会成馆，四重海温泉，也算全台湾生态强嘅北古庙福安宫。不过，许少年底茶上嘅玻璃村，唔单止系台湾太重头过重要嘅山体，还个系过地土嘅客家庄哦。200年前，屏东平原人口变多诶，有位行业路向南去到恒春半岛寻新嘅机会，玻璃路系第一站。虽然一下村民家家都唔爱讲客嘅，不过还保持了客家嘅祭祀文化及信仰，也很多年来还用客家来做主题，过神忙提做沙旗演出。200多玻璃村，中度嘅过神发的废材，讲嘅路系玻璃地鼓，还个玻璃的客家嘅关系。因为上海游客行台26线爱去看等以前，也是得留一些时间。好好去认识一个半岛风过匹配的客家庄。风呼呼滚紧吹，日在晴天下，一碟一碟从头等人为棒。这边气候好，地质好，哦，有落山风嘛，哦，这洋葱都是很硬的。漫山饱满的从头是农民辛苦的成果。上可能就是恒春半岛的人，对不对？大项无啊，气候佫打水嘛。你要种果子，果子嘛歹，风头，哦啊，迄各小路就肥粗粗，就歹看，就无生意办。哦啊，洋葱伊就唔晓得爽。环境暗好，还会想办法来改变暗好的条件。它有刮落山风的话，就不会有那个落水了。因为这样惊落水了。玻璃村从头种内大概200-300公顷，离茶山乡5股就徛喺3股，系台湾出产从头嘅重要素材。但是今麦来呢，因为人工扩大啦，哦啊，价钱袂稳定啦。啊，一寡人就对，啊个人口老化，所以咱来那种那少。看人人嘅3條巷，3個年原基地嘅烤炮廠處理解，window嘅短期目的也認為研究食材唔難，規矩也來停棒。장棒葉咧嘅從頭一叉一叉屬於包裝廠為本級包裝。恒春茶城攏總會載來，小材載入來，大材拖出，中部嘅產頭未凍去，恒春嘅你甲凍差不多4個月，未歹未爛。放從頭到經含全脂成因果，本級也係屬於氣候天數加以3股。一天差不多4000包，阮這有去包裝，加足先工，啊，工人做了也較輕鬆。迄個字啊，雙啊記，現啊在，長頭啊是滿滿是。你啊，你長頭啊是卡能啊是呀喂。玻璃從頭品質數都偏低，是係為安東因果，兩下就見來見到人貴重風量高。種洋蔥就是說你一次下工的話，就是要很多人。那種紅龍果就不用，你可以自己一個人慢慢做，每天做。同樣的工作是差不多啦。古政府先種類10年從頭，5年前漲貴重風量高。洋蔥一起那個種下去是120天才收了。那紅龍果的話，你可能是做了半年，然後收半年啦。玻璃風量高種類50兩甲，喺經濟嘅當中係玻璃先發展起來嘅產業。講到玻璃村，一條地裏村民就係耕種老師。200年前，屏東鄉中人口見來見到，要對老祖古下南去到恒春半島尋機會，玻璃是係幾條文為虧欠嘅挑戰。洋樟
郑、古这4个姓来开庄。姓杨的是从那个嘉东嘉东乡，还有姓张的是那个植田，姓古的是那个还有他是那个米农。北边刚好是一个车城溪，就是四重溪流域，就是车城溪。南边就是我们保利溪，隔了保利溪过去就是恒春镇，然后东边是我们的保利山，有靠山，然后两边都有水。不过顺航就得讲都系好老总，回到山区，保利日老山红感人出名，含联合起来相互提升。原住民也是属于少数民族，因为我们又是靠山，跟他们时常有在交流，感情上会比较好，跟一般福老人就会比较有距离。保利开庄242年，让外界还有告别过后，自家嘅客户也天天嘅摩天。不过对样板行业老形容，还係看得出自家本单是系行业。说阿伯就是阿伯，我们说阿伯太重音了。叔叔是阿叔，我们就阿叔啊，真的有那个闽南语腔了。Q 啊，阿 Q， 舅舅嘛，阿 Q 就阿 Q 啊，多加一个啊，就有那个闽南音。保安局最早係喺清空事件嘅期間，一本書本已拆體，光復過後，村民又提前來預告。上面的屋梁就是那种原木架原木。据老一辈就是从那时候还有从大陆运过来，瓦就是由我们这边本身的。苗红中嘅大沙鼓，罕係啲保利海嘅好把大辦落嘢。去甲咱的保利溪，安尼打轉來，有的甚至用牛車，有的用打用鋪安尼，一整一截一刷安尼甲接起來。保安局店面歸43年以後係保利嘅信用中心。我们各大节庆，还有我们每年的新丁盘，都是在我们保利保安宫，我们三个公庙前在举办。这是我们，甚至我们如果有要去当兵，我们役男要去当兵，那天早上要报到，一定要到这里向沙山国王来祈求平安。中一度還看得到幾棟嘅樓屋，唔但牆門紅就通紅，窗下還做富士阿公鋪牌，還係表地動屋。這既然是咱的宗祠，就是咱的祖先為大，咱是攏甲宗祠以中就是排在咱的祖先的牌位，下面咱有一個土地龍神。保利嘅老虎哥還做一個貼片嘅女東西通途，也出係綠度還做紅度，透到大家見風氣。人賊仔若假使講要來，吼，咱若門關的外口看，若會當看到。啊，第2點就是講客人的風俗，就是講即馬若總講。出入入，唔係經過迄個廳令。早期这个方式是这样建设，每一家都是这样，两面墙，中间这个叫做巷路。恒春地区有那个常常每年都有这台风风台啦吼，有风台，这是一个防御方法一个作用。还有另外一种作用是，早期那个闽客之争常常有那个要防盗。下南去垦丁行屯26線，天朝外西經過保利村，不過是限定中因為注意到兩隻石鐘頭，回到下當然也是保利，也提醒村民下家熱土，按當年來保利當初建築下家做主題，10萬做上去人潮。人塞丁啦哈，好，还有寿人歇架，那个有那边有一户也是那个梅兰婆带新娘甲新娘公，这是。寿人是在那边出给还有姑郎油，所以我们蛮多的那个民俗的。太太嘅龍橋客家時則時出現特別好，還有保利村嘅民俗儀式，而日落到中頭，處地兩位不單是係客家族。尤其这个地方是整个恒春半島唯一的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客家村庄，它客家村庄有客家村庄的一些传统、一些文化。一些民俗、一些活动跟闽南人还是有一些差距啊。恒春法家寮主演梁子家接受上期嘅邀請，去年新年開始地中讀白土，到今晚的30浪波，用上期故事做主題改法。我们就是要在地的那个以前的那个生活方式以前的那个把它完完整整的把它记录下来。
报道安西发嘅土，规个中额看起来家当老年当做发地，也老玻璃嘅风景老古，记录地中毒大家高头，从两部国军港炮操连土出发出来，上周村民生活嘅不安。中俄舰炮哈，从那个海上打过来，从我们人家保利人家的那个上空飞过去，到那个山丘的那个靶场。因为这个是在海上打靶，海印上下的时候，它有些是不准的，有时候从那个屋顶上掉下来。好嘅唔好嘅都係啲事，係村民共同嘅回憶，為到係簽轉傳統文化，下期2幾年也規嚟當到，行業教學、客家舞頭定口唱，喺鄉下當建對教育開始嚟做。輕輕的就好，哦，你要排整齊，筆觸不要亂。地台數下畫圖，而畫出家鄉嘅容額。我是希望講小朋友也可以去找回一些以前的先民他們所留下來的那一些東西啊，哦，嗰種我要教佢哋去默間嘅保利村嘅在地生活。因為下中額度當到現細走嘅細走，出去嘅出去，玻璃貴小第90年變做差生貴小玻璃分高，全校下是用20年嘅小朋友，透過教學為小朋友還能認識自己嘅家鄉，也希望玻璃為咗改變老傳統。他可能會用俄羅講嘅嚟，又就俾啲話用安家，用無人愛去珍惜我哋一家地方，咁我要點啊，咁我該擴展。希望打錯人自己鐵石。係，我咪希望講要安尼教導人嘅客家話。民國89年成立嘅客家文物館，是係為了祖國嘅虧欠留下記錄。成立文物館就是要傳承我們的文化，就是我們讓村民了解我們客家人早期的這個農村生活。這套最熱的是那個包中街，是我們俗稱是老街，也是我們保利村的一個中心點。在30年代那時候，那個老街哈最昌盛啊，因為所有的那個做生意的啦、商店啦、柑仔店啦，都是在個老街裏面。最想應該就係兩人機從種植好鋪起來嘅葡萄，撈入大部嘅種植好來做炊餅瓏嘅東西。來那個國軍射擊，那個掉下來，我們村民就撿回來了，撿回來啊，組合了。檳榔啦，這老朽啦，無喙齒，所以無喙齒就愛用這個檳榔葦啊，這個種子卡啊做的檳榔葦啊來葦完爛，再來食。親似廣東義民包中杯，然後你看乾隆親筆，所以這個事件也是跟林爽文事件有關的一個碑。村民就強勢也當做心來做，天啊，見來見同人主持到玻璃嚟，除連現代國家共產管理處也特別判嚟辦到客家順利發圖，為大家看到鄉村冇鄉中嘅面貌。沒有看過，沒有嘗試過，就想說多了解一些客家的文化吧。小朋友的課本上也沒有介紹過，他今天導覽講得蠻詳細的。來恆春很多次啊，他都不知道說這邊有那個客家村，然後就聽到說這邊在介紹這個客家村，就覺得蠻稀奇的，想說來了解一下。客家人在恆春半島，尤其在一些歷史事件上面，或者是在整個的歷史發展裡面的過程裡面，他都扮演一個蠻關鍵的角色，只是以前比較不是那麼的凸顯出來。我們希望大家來這邊體驗到，能夠深入的去體驗到恆春半島墾丁國家公園一些很獨特的這些自然人文之美。把這個社區的營造將來這社區的青年啊，可以大部分都回鄉來，每個人都有飯吃，有工作做，有收入，這個社區才會繁榮起來。恆春半島唔單搶住刺激冒險嘅高粱發圖，還有精彩嘅人文歷史。豐富表現咗玻璃係本人聽表睇嘅客家種，唔過認為村民安認真答應，兩個客家種是從係長本人很想融合，但另外客家當地來看到佢就真實就佢講嘅。